在風台沙丁呢是繼續咧挖進咱台灣北部海面，出名遊船沙崙納號嘛，為着安全緊急取消行程，提早對沖縄轉來基隆港。咱的氣象署嘛預告講，有可能佇咧明仔載啊，對發布海上風台警報。雖然發布陸上警報的機會有降低，不過佇北部地區甲中南部的山區，也是得愛嚴防局部大雨。旅客提出郵輪調整行程的公告，有名高士達郵輪沙崙納號原本8月25要去日本沖縄伊勢卡基，不過因為風台沙丁哩掃來海上天氣不穩定，宣布提早一天25轉來基隆港。有遊客表示，安全是上界重要。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考量安全性，雖然說我們的行程沒辦法，就是可以繼續，但我覺得還是以安全為主。目前沙丁哩佇咧台灣台北東邊海面已經減弱做中度風台，氣象署有測，因為北邊的高壓減弱，沙丁哩可能對台灣的北部掃過，暴風圈就落機會大大降低。因為在整個路徑這樣子的情況之下，暴風圈又逐漸的縮小。預估是在陸上颱風警報的部分，幾率是比較低哦。碰到台灣的本島的幾率是比較低。風台影響之下，整體方向偏西北風，北部雨水會較濟，中部甲南部的山區有時啊雨可能會來甲真大陣。目前較注意是風台沙丁哩轉彎的角度。氣象署給出來這個角度的話，它往南轉了之後，它的暴風圈的半徑還是會影響到大概新竹以北，然後一直到大台北宜蘭這個地方。氣象署提醒，沙丁哩接近北部海面，一直到拜六，基隆北海岸東半部恆春半島一直到馬祖地區沿海都要注意會起大影，愛注意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